將臨期靈修默想資料係由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培訓部提供。日期2025年12月19日，第20天。主題喜樂。題目無懼死亡。經文詩篇第16篇10節。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人一出生就面向死亡，死亡係我哋人在世嘅終結。但係我哋幾時先至能夠開始思想死亡呢個嘅議題呢？當大衛嘅生命受着威脅，佢感受到真係可能會死，佢死咗之後會去到邊度呢？佢喺度思考緊死亡嘅問題。經文提到佢確信上帝唔會將佢嘅靈魂撇在陰間，呢個係反映當時嘅人呢普遍一個嘅觀念，人死咗之後呢係會去到陰間。按照古代猶太教文化嘅傳統，陰間就係死人之地。喺路加福音16章，主耶穌講咗一個財主與拉撒路嘅比喻。財主死後喺陰間有火焰，極其痛苦，而拉撒路呢死咗之後呢，就被帶到亞伯拉罕嘅懷裏，得着安慰。另一個喺聖經裏邊形容人死後會去到嘅地方係地獄。地獄呢個字係嚟自舊約欣嫩子谷嘅翻譯，喺嗰個地方猶太人用火焚燒垃圾同埋死屍嘅地方，同陰間嘅觀念好相似。主耶穌都曾經講過，你缺了肢體進入永生，強如有一隻手落到地獄，入那不滅的火裏去，在那裏蟲是不死的，火是不滅的。從呢節經文嘅平衡結構，我哋可以睇到靈魂同埋聖者、陰間同埋朽壞嘅平衡。朽壞原文嘅意思係有坑，陰間嘅意思可以翻譯為深淵。無論係陰間或者地獄，都強調咧係被丟棄，係一個與上帝永遠隔絕嘅狀況。聖者原文嘅意思就係指敬虔嘅人。大衛深信佢係以上帝為生命嘅首位，縱使佢死咗之後嘅靈魂仍然唔會與佢嘅主隔絕。呢節嘅經文喺使徒行傳曾經被彼得同埋保羅去引用嚟講論基督嘅復活，將聖者指向耶穌基督。耶穌雖然死了，但已經復活，佢已經讓所有跟隨者信靠佢嘅人亦都唔會見朽壞。喺使徒信經又稱為教會信條，有基督下到陰間第3天從死人中復活嘅相信宣告。基督已經勝過死亡嘅權勢，並且將撒旦喺陰間邪惡嘅勢力擊破，讓我哋每一位信靠主嘅人喺死咗之後仍然有永生，與上帝永遠嘅同在。默想，我會唔會害怕死亡呢？點解？又或者為咗啲乜嘢而感到害怕呢？當我哋真正面對着死亡，仍然可能會感到害怕。我會唔會有信心能夠捉緊主嘅應許同埋同在呢？讓我同心禱告。親愛主耶穌，感謝你賜俾我有永生嘅盼望，縱使面對着危機甚至死亡，我仍然能因着你而感到有信心、有盼望。奉主名求，阿門。